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国会职权修法。日前伫个宪法的法庭，大法官杨碧祥是要求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针对反职权的定义来做书面的答复。黄国昌伫个面册放13页的书证，其中有6页拢是咧讲反职权的定义，而且佫以民进党的立委来做举例，放5支的影片来补充。结果，互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甲反呛讲，提议来解说这个反职权。悲哀。可不可以给反质询下一个定义？宪法的法庭上，大法官问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何为反质询，伊提出13页的补充说明。黄国昌的书证中，先是解释何为质询，说来讲反质询就是质询的对立概念，对质询无要回答，也是对质询委员提出质疑、质难等等。提出甲质询内容无关的问题，就是反质询。然后书面也有影片，讲要互过去民进党来说明。更过分的是，还反问委员，还质询委员。堂堂一个康奈尔法学的博士的黄国昌面对大法官问他反质询的定义，他却回答不出来，还叫林淑芬来帮你回答。我们林淑芬对于官员的反质询，从来不会主张要移送法办抓去关。伫答辩书中，佫讲到国情报告的议题，替1万步来讲，行政部门甲立法部门互动本来就是高度政治性问题，应该由政治部门来决定，毋是宪法的法庭适合介入的。和网友批评讲，伊当作家己是大法官中的大法官。委员他发言的时候，他自己的见解嘛，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一定都是尊重而且支持他。你既要破坏宪政体制，又不让大法官介入，蓝白已经真的觉得自己比大法官更大了吗？不止自恋，而且自我膨胀。我们对于大法官这一次根本就不应该受理行政院、监察院、总统所提出来的释宪的申请。那其他的部分是由其他的机关代表跟诉讼代理人，在他们的补充答辩状当中加以说明。国会职权的问题，即马煞扭转战线，演变成各方的立场，变智慧，变法律。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